主后2022年12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福的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4篇第19、15节。上主，我所倚靠的石盘，应该得到称赞。伊训练我的手熬精剑，教我的指头熬烧台。伊是永远听我的上帝，我的要塞，是我的堡垒，我的拯救者，是我所倚靠的盾牌。伊互列邦降服伫我下面。上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还遐尼关心？土罪的人算什么？你还遐尼照顾？人的性命亲像喘一个气，伊的日子亲像影，真紧就消失。上主啊，求你踢开天，亲身降临，蒙山互山称烟。求你发出四呐，甲对敌赶线。求你射箭，互因四散。求你对顶面伸手救我，救我脱离大水，解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。因的喙讲白贼，因举正手做伪证。上帝啊，我要对你唱新的歌，用10条弦的瑟唱歌称赞你。你互君王得胜，叫你的仆人大必脱离豺人的刀。求你拯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，因的喙讲白贼，因举正手做伪证。愿阮的查甫囝当少年勇壮，亲像树仔茂盛。阮的查某囝真水，亲像黄金雕刻的石条。愿阮的七仓满满，有炖逐种的美牛。阮的羊伫山野生炭，真清真慢。愿阮的牛肥搁敖生，声墙无受弄破，无人受掠去异邦，鸡翅无哀哭的声。享受即款景况的子民真有福气，认上主做因的上帝的子民真有福气。以上。有福的人，这诗篇是祈求上帝帮赞赐福人民的诗歌，由君王大必代表人民向上帝发出颂赞。上帝是人的堡垒、避难所、拯救者，也是人的力量来源。上帝阁帮赞大必赢得战争，互列国屈落伫伊脚下。大必也承认伫上帝面前，人是偌尔渺小甲软弱。大必的祈祷描述上帝亲像战士，伸手拯救人民，阁向仇敌施行报复。因为这个仇敌满喙白贼，连心中的宣誓咒诅都拢是假。上帝一直无忘记咧伊甲百姓所立的约。今日上帝保守帮赞的大必，向上帝献上新歌颂赞，祈求伊施恩赐福百姓，互子女亲像壮实的果树，亲像砖塔强健的条条，互仓库谷物满满。精生济济，互因无搁畏惧敌人的侵略，也袂担心诚侪见效的俘虏。君王大必用性命做见证，向上帝献上感谢甲宣告。享受即款境况的子民真有福气，认上主做因的上帝的子民真有福气。大必安尼坚定信靠上帝，交流出性命蒙福的路上，
无因为荣华富贵离杀上帝，却会当搁较谦卑伫上帝面前，求上帝施恩看顾，保守国家和人民，来感谢上帝看顾甲施恩。但这位上帝搁差遣伊的独生疼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做人，来咱中间，为众人牺牲，担当人的罪责，死伫十字架顶，搁互咱见证国活的大能。圣诞节才过一日，咱检采还伫回忆前天的圣诞宴会，也是昨的赞美礼拜带来的感动。是啊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诚侪生命的救主，就亲像诗人所讲，伊要诚侪生命的避难所甲拯救者。愿迄个婴仔耶稣带来的愿望甲力量，亲像种子伫咱的心中慢慢布芽生长，互咱所持守的信仰会通渐渐勇壮。虽然头前的生命道路有真侪困难危险，也有真侪诱惑挑战，亲像诗人所面对的困境，无论是敌人的羞辱、侵略，还是流言乱语的中伤，互咱想要为主奔跑的骹步，因为安尼受伤、软弱跋倒，甚至摇移。总是诗人选择倒转来到上帝面前，向伊献上感谢。是啊，咱也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倒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向伊真正吐露心意，尊伊做咱的主。祈愿上帝伫咱的性命掌权，伸出救援的手，诚做咱的保护者。愿咱因为专心信靠伊，诚做蒙福的人。愿咱伫上帝面前，每一句祈祷，也是为主唱出的每一首新歌，就亲像君王大笔献上感恩和祈求的祈祷。希望上帝保守看顾逐个人的性命、产业和家庭，愿咱日日尊主做大。默想，我今仔日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祈祷要未？我今仔日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祈祷要未？咱来做伙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愿你带领我的脚步。互我日日敬畏你、听你，愿你的话语诚做我的力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